根据英国上届新一个卫生署公布的资料，英国到6月初为止，患着印度变种病毒的人有33000多人，不过死亡率缩减达0.1%左右。在英国有开业资格的医师就认为，这是因为当地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60%，台湾就要赶紧注疫苗，才通抵挡印度变种病毒的侵入。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互全球新冠疫情带来新的威胁。根据英国公共卫生署6月11公布的变异株数据报告，为着 Delta 病毒死亡人数42人。不过，在今年2月份到6月初7，总胃病人数有33200多人，致死率0.1%左右，比全球平均的致死率2.1%要搁较低。英国注册医师叶廷如表示，这是因为英国疫苗涵盖率已经达到6-7成。1剂的 AZ 是70几%，1剂的 BNT 的话已经是90几%了。然后2剂的疫苗下去的话，不管是哪一个疫苗，它的这个防止住院的这个保护力都可以达到92%或者96%，都非常的好。因为 Delta 病毒传染力比英国变种病毒高碳60%，医师表示，扩大热区体检真重要。第一线边境甲防疫人员也要赶紧注第2剂疫苗。在南部，他们有一些热区，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布局。那另外，边境检疫以及照顾边境移入个案的这些医护人员，他们的第2针是不可以等的。我们现在正积极的在做围堵，所以我们会扩大框列。那相关不管是有接触来往，不管是从职业别来看，从移工或者是非法的移工这一类的足迹，我们都会去调查。因应Delta变种病毒侵入社区，但市长表示，针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，只要超过10分钟就会扣列。也若社交距离的规范敢会变严格，会搁再和专家小组来讨论，希望阻止扩散。记者阿敏珍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